萬變的一生，默默期待一份愛。踏過多少彎，段段情路也失望。我不甘心說別離，仍舊渴望愛的傳奇，不捨不棄，無懼像夜空虛風中繼續吹。風裏笑着，風裏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總是苦澀都變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只愛愛未老，願意今生一變他生再擁抱。是你的雙手靜靜燃亮這份愛，是你的聲音夜夜陪伴我的夢，交出真心真的你，無盡每日每天想你，今生今世你願遠離拋開瀟灑跟你飛。風裏笑着，風裏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總是苦澀都變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只愛愛未老，願意今生一變他生再擁抱。風裏笑着，風裏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總是苦澀都變得美。天也老，任海也老，唯望只愛愛未老，願意今生一變他生再擁抱，願意今生一變他生再擁抱。唱情歌呢，我本身嚟講覺得阿金海呢就應該係冇乜問題。為什麼挑這一支？你知不知道謝雲係咩意思呀？咩魚啊？謝雲。咩叫謝魚啊？我下次解釋給你聽。我先說這首歌。係。其實，它不單單是情歌對我來說，首先有兩件事啦。第一件事，因為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戀愛經歷，敢跟我談戀愛膽子很大哦。我第一個女朋友帶我回家，他媽很高興，哇，有男朋友哈，沒手啊。雖然我們分開了，我很感謝有這段經歷啊。然後第二點呢，也許我說也許啊，也許這輩子我沒辦法主動抱大家，但是呢，我約定大家，下一輩子呢，我一定主動找到你們，然後我就衝過去。其實分分鐘我哋啲男朋友同老公都未必下一世揾翻我哋，你而家就話下一世揾翻我。評審究竟啲水煲爆晒之後，又俾幾多分你咧？李金海，睇睇。哇！你哋咁樣，阿華興平老師，你先啦。你也是這次的歌手裡面少數
一開口我就知道 OK 的。佢個聲音好温暖，就算唱一啲咁要心要肺嘅情歌，佢都好温暖我。我覺得一個人唱歌嘅聲音都係靈魂之窗。我見到佢嘅靈魂。我之前喺電視機前面聽佢唱歌，我都已經係好感動。我而家坐喺現場，我見識到嗰個現場嘅威力。你令到我好有啟發，我都要再唱歌。我也要唱。你鼓勵到我，你知道嗎？多謝 Linda，thank you。另外一個爆水煲嗰個阿肥媽，嗱，好坦白，我今日係真係感受到，好似阿哥哥翻咗嚟咁樣啊！尤其是嗰句今生約定，他朝再擁抱。4月份係哥哥走嘅時間，我哋好掛住佢。佢唱嘅時候，我成個哥哥嘅畫面喺度啊！多謝你金海，令我哋記翻你哥哥嘅溫暖。阿怡老師真係好乞人憎嘅，又要補妝啊！唉，到 far 啦，聽咗咁多首，呢一首係如果我只可以揀一首聽啦，關於愛情，我揀呢首咯。哇，係啊，因為咧，我譬如聽其他歌手唱歌，可能我會寫下啲 note 啊，我會諗好多嘢啦。但係聽金海，我係好似空白咗咁樣聽佢唱歌，我只會諗啊，我結婚如果有一日有幸嘅話，我都想再聽佢再唱多一次呢一首歌，係啊。我好明白點解2位女士或者3位女士係真係好受金海打動。第一，興婷佢第一次喺現場聽到金海呢把聲，我係知道嘅，震撼嘅。嗰把聲係包住間房嘅，可以佢係會為咗金海而換一啲防水嘅化妝品。今次咧，我喺度聽，我覺得嗰個表達咧喺面嗰陣多少少嘅，即係話頭嗰一段咧，佢仲可以再轉深少少。不過我冇乜扣你分嗰啲，但係我希望即係呢個我自己個人嘅 expectation 就係我希望你嘅處理方法咧，可以唔使嚟得咁激動，但係又可以 touch 到你好啲。咁我呢個我就會覺得哇，我可能19-20分都會俾到。多謝。嗱，我覺得一路以嚟要處理哥哥張國榮嘅歌咧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嘅，因為咧聽張國榮嘅歌係同一時間係等於睇緊張國榮嘅戲，而今日李金海係做到呢啲咧腰心腰肺啊，好似用針吉你嘅歌曲咧，呢3個女士死晒。喺平淡當中咧，要唱出咧嗰種嘅普世，嗰一種咧嘅感動咧，係非常困難嘅一件事嚟嘅。呢一種嘅武器咧，係你最強嘅武器嚟嘅。恭喜你！多謝咁多位評審老師。咁係㗎啦噃，金海。我頭先聽咧，我就最喜歡佢唱個抱字。咁佢約定我哋擁抱喎，係啦，答應啦。OK，好，謝謝，恭喜。